我今日會帶你去一個秘密地方。始於1839年，同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用嚟收容犯人。唉，對唔住，呢個先係之前嗰個 office。OK， 問題一個磚上呢個樓面嘅功能係咩嘢呢？OK， 問題二，呢間正氣又優雅嘅小屋係用嚟做乜嘢？不如我俾3秒你諗下呢？哇，呢個係優雅嘅廁所。我哋講下啲認真嘅嘢先，係咁樣嘅，被貝里馬一 Berrima 建立於1830年代，當時正值新南威爾斯州入 New South Wales 向外擴張嘅時期。不過早喺1829年，當時嘅測量局長湯馬斯美切爾 Major Thomas Mitchell 就曾經喺而家橫跨 Winch Carribbee 河流嘅大橋附近嘅地方揾位，打算去起呢條大南路 Great South Road。但係過程入邊充滿咗估唔到嘅意外。當年班罪犯要喺鎖住鐵鏈嘅情況下，喺呢片原始森林入邊開路。哎呀，傳聞當中有工程發生過嚴重崩塌。天啊，甚至有人喺山入邊唔見咗，到今日都揾唔翻啊！如果你仲有時間，我會建議你去呢個港口行下。正所謂海天一色，人鳥共悠閒。所以我哋喺度都差唔多，光影綻落，下周再相逢。